正对好汉摩的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我们的金家，进水进脑进厉害。哦，金家不要进厉害，周瑞达。来，欢迎欢迎大家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介绍阮第一组的队长，是阮校的过来啦，嘿王品豪。欢迎欢迎，好，我是品豪。到路我今日带我的港公司的队友做回来，听讲因台语拢足好的。台语拢就袂啦，你嘛真好你嘛啊。袂歹啊。我伫因面头就唔敢讲。我想讲你位都未听来，我台语就好诶。来第我今三位啊日其实就要看你有进步无？好，无问题。是，好，来队友甲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艾伦。艾伦，嘿，阿伦啦，好来，再来去。 안녕하세요，亮西米达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良心嘛，良心咪打过来呀啦。系啊，赞过来是，好啦，搁再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建伟。哎，欢迎你。看起来阮这四个查甫囡仔哦，咱点点啊嘿，较歹惊歹势啦。静静啊是，嘿啊，咱无咱就看，无咱就100万先互因啦。这个时阵就有标都欢迎啊是重点就是要甲大家讲，钱足重要。最重要诶。是，好来介绍你那边的啊。是，欢迎阮这队，阮的队长才是真正的精呐。精啊欢迎阮的精弟。够气质的。是。今日的我出来的队员拢比我搁较高。哦。伊嘛是静玲，哦耶。啊，伊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啊，不过伊是台语文研究所的，伊是阮队 S， 伊是足高的。厉害。武器哦。对，啊，搁有郑泽，伊是剧场的前辈的，啊，也是足高的演员。剧场的先辈就对了。先拜啦，是。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俊男美女来拼场，讲台语做好样。一定爱讲台语做好样，因为咱一直要搞到台语吼，甲宣传出去，结果拢无，不要紧，咱慢慢啊来，咱即马有淡薄仔成绩啊哦，嘿，因为咱的奖金较济啊。嘿，阮的成绩就是用奖金来表示啊。嘿，这季吼有3回合，第一摆来都是初赛，咱即马是初赛。对，啊，若赢过关，第2摆来就是复赛。哦。啊，上尾也就决赛哦，上赢的队伍会使摕到咱的100万的奖金。哦。好，来请看。真正100万。现场哦。对，哎，真正吼，我有感觉来宾哦，年岁较大的拢会安尼，一直起我来嘿。少年的拢，看，较客气。所以讲，咱一定要用心用力来甲提转去，加油哦！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经济好，来，这个回合，必须有一个答案。嘿，特别阿雄，我嘛有一个答案。是，啊，不过咱的分数咧，嘿，咱只要选到正确的答案，一个答案就1000块，上济会使得到6000块哦！加油加油！6000块哦，先个6000块摕起来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晚上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晚上的台语哦，有啊，美秀这边是洗hình，哈，是因为大家拢看过嘛，看过这个晚上嘛，吼，啊，伊毋是手拢安尼，真高水，所以讲咱的讲法就是洗hình。
那你车手安尼啦？嘿啊，这个水安尼个。啊那阿雄我的讲法叫做白目型。你唔通骂人。哎，无，你看伊目白是咪白？白白啊，对吧？哎啊，所以就是白型。白歹哦，白目型哦。好，美少答案是西型。阿雄的答案是白目型。好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少阿雄演一边。来，咱这边咱好的，好诶，因为我感觉我有小可了解浣熊，伊其实是肉食性动物嘛，食肉的，啊伊个有淡薄仔足皮的，足皮的，真的。不过你无看到伊手定定安尼吗？嘿，有无？啊，不过我感觉白目型较有可能。啊，沙拉休嘛是我哦。跟你讲，为什么？因为平和，和，伊的绰号就叫做浣熊啦。哦，绰号有个浣熊。哎，所以你定定咧洗手。你要白目。啊，今日嘛讲白目，你看。太出顺。是不是？听伊讲，阮就知影，就该算该款的。对哦。你安尼即马若是讲真正是白目吼，以后人就会叫你白目型，安尼刚好。有影咧，对，无拢无替家己想一下。对。好，那咱这边来。这个因为浣熊这浣本来这字嘛是洗的意思，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应该是这个理由。哦。浣纱就是洗嘛。对。对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看一了。老师，正确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洗型。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用一滴就1000咯。因为浣迄字吼，伊咱其实会当直接翻译叫做浣型啦，吼。浣型。啊，毋过因为咱咧号名嘛，根据动物伊的关系，因为伊。就是讲是目睭无啥好，所以伊定定需要用伊的触觉，就是手的感觉去分辨这个环境有啥物嘛。啊，毋过目睭无啥好，就是白目啊。白目是搞怪的意思，我等下解释啥叫白目。伊是真正目睭无啥好啦。对，真正。啊，伊需要就是讲去甲伊这个末梢神经吼，这个目位的所在，互伊较灵敏的。啊，毋过伊遐佫有足侪湿破的，所以伊需要一直甲洗，互安尼摸的是，嘿，摸出来就对啦。啊，是安那白目吼，是因为这款型。伊差不多拢伫都市遮咧生活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会去偷摕人的物件。偷摕物件，变本做汤啦。对，变本做汤，也是讲有一寡较都市款的生活，所以你会感觉伊白目，吼。啊，毋过其实甲伊白目完全无关系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你感觉是白目型较好，还是？莫叫白目型拢好。烟斗型啦。烟斗型。啊，麻烦恁三位以后爱叫伊烟斗型哦，袂当叫伊白目型哦。好，来咱。促销，请促销，来先促销，后一题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小黄瓜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试过啊。因为啊，你会看吼，老师讲的小黄瓜外口是毋是拢有一点，敢若擦，有当时啊，新鲜的时阵你甲摸者，会擦到的感觉，迄擦的是好的，是安怎？伊是你保护。因为伊这种瓜啊，真紧，就是你水甲会伊会烂去。哦对。嘿，啊你若有汤甲煮着啊啥，加一空，伊就会烂真紧。所以讲，我的答案就是试瓜啊。试瓜啊！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瓜啊泥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泥这个意思吼，都是水、烧的、籽的意思。哦，比如讲什么囝，伊就会使用泥这个字来代表。哦，嘛是真有道理呢。是啊。吼，真歹选是毋是？美秀这边是试瓜啊哦。阿雄这边是瓜啊泥哦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捌听过无？阿雄演一边。哦。好，来咱这边。这边。因为厝内在定下咧食小黄瓜。是。阿公阿妈。我听讲阿妈念拢念试瓜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嘛是看你对还是唔对啊？吼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瓜啊。
好，来，华语内底这个龟仔年是胡瓜，啊，迄个刺龟啊是属于大黄瓜，所以是无共品种的。啊，不过因为大家拢感觉伊是小黄瓜变大黄瓜，所以拢会感觉因是共品种的，哈，所以这爱分好清楚。啊，拄只阿雄有解说甲足清楚的，就是讲较细条的，咱的也是较幼的、幼稚的物件，咱就叫做龟仔年安尼。啊，而且会当落去做冷盘的。是迄个龟仔年，不是迄个刺龟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还有一题加油啊，爸！吼，拄则咱平阮拢无人摕到分数嘛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少年人常常用火星文，请问数字24862486是在讲什么意思？好，美秀这边2486的意思就是讲哦。你是发啦，这是火星文哦。系啊，这个少年人应该拢知哦。吼，所以我的答案是你是发啦。阿雄，我这边的意思是阿斯巴拉。亲像阿里不达啦，一种两公，肯定，迄个普龙公，伊就阿斯巴拉，尾伊就拍2486。这就有啊歹选咯，歹选。不过因拢是火星人，应该拢知影哦。对，应该是哦。因拢少年人哦。后来两队请选择，咱来看因是唔是火星啦。你有拍过我感觉即马网络上的物件拢唔是称赞人的。哎呦，拢唔是好话啦。对，我成语拢是歹听的，谐音梗啊。是。阿是巴啦，你是发咯火星文2486是咧讲什么意思咧？这就要歹选咯，歹选。不过因拢是火星人，应该拢知影哦。对，应该是哦。因拢少年人哦。后来两队请选择，必须阿雄演技表，真好。咱来看因是唔是火星人？应该是这个年代才对。是，来。你有拍过我感觉即马网络上的物件拢唔是称赞人的，拢唔是好话啦。对，我成语拢是歹听的，拢是谐音梗啊。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阿斯巴拉。阿斯巴拉，伊爱写过来哩咯。伊伫迄个阿斯巴拉格斯，就是伫日语的芦笋的意思。芦笋，啊，你芦笋这字伊英语叫做 asparagus， 所以这字伊的字音字根是讲一个那春天迸发的幼叶出来安尼，会当食的物件，所以芦笋是一个幼瓜笋安尼会当食嘛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伫14世纪是这个意思。不过等于到17世纪的时，英语就是甲伊当作是头壳空空的迄个戆册呆就对啊，吼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咱甲摕来这个日语，伊虽然是芦笋的意思，不过另外因为伊是叫做阿斯巴拉，所以头前的阿萨，然后伊若到芦笋汤。日语是咪叫做呼噜？啊，唔是咧啉的汤哦，是咧洗身躯的汤。啊，所以变成阿沙呼噜。阿沙呼噜的那像你下早叫做阿沙锅饭，早饭嘛哈，下早顿。所以阿沙伊就是下早你就去洗呼噜。你唔认真做工课，你伫遐洗呼噜，所以这个人两讲，佮头壳戆戆，佮无做代志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实在是有够害的。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摆讲好话就是看分数啊，是，看阮校的。是，校的这边有2000。啊，来阮前的咧，有3000哦。好，不要紧，继续佮甲拼落去哦，吼！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正港佚佗人。嘿，正港佚佗人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上个你要带去倒位佚佗？还是这回合吼，阮会用阮的影片带恁来去看风景，有可能是台湾的，有可能是外岛，甚至是外国的。是。但是重点，伊拢是为半天顶来看的，所以的角度甲你平常时看无啥共。所以咱若看的时阵，咱就去注意有一个地标是真
可能互你知影倒位的所在，对真足甲看。啊，若知影了，咱就甲吹落去，吹落去。嘿，就讲出你的答案。吼，来，咱这分数哪算？啊，咱这回合一题3000，哎呦上济再摕到12000块。哇，加油加42000油！块，若搁他去就不得了啊！哦，对。吼，咱豆豆啊来是，嘿，安尼说，耶，안녕하십니까。先辈，先辈是伊，唔是我。你今嘛 N 是 N 偌久啊？我 N 差不多6年了。哎，有好笑无？伊伫共问讲，哎，啊你即摆迄年哦，上菜家就伊啊，都袂先拜啊，爱甲伊请教一下。是即摆少年人高水就高水就食，即种的这吼开玩笑的，讲生笑的拢袂要紧。是。哎，先拜就好。哎，我是咧勤咯，我是咧甲伊抬杠你咧用勤这个字，哦，代表伊有经过一寡代志啊。先长啊，就对啊啦，是。先拜最好跳舞的咧，先拜应该烫呼噜呼噜，哎，迄对伊来讲小配数啊，是咱即马3000、2000，咱这边较输面咯，咱不要紧，咱个拼回来，对，加油！好，啊，咱这边嘛加油哦，加油！好，来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咱刷的这个影片吼，伊的内容是咱台湾的某一个外岛，请你讲讲这个外岛是倒一个外岛咧？是某一个外岛哦，2个字尔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来，哎呦，我心肝比较菜。明豆豆啊个，绿豆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厉害！来，分数咱加入去。恭喜得到3000哦！好，来，咱继续看完绿豆的水哦，吼，来。哇！真正就是一个小岛尔，你无看到后壁，你捌去过无？无啊，你无唔捌去过？有啊。我甲你讲，我建议你去，真正足水的。好，绿岛伊就是伫台东的外海嘛，吼，啊，伊嘛有一个名称叫做火烧岛，啊，像咱叫火烧岛，一来遐是火山地形，所以伊遐有海底温泉，介有名。啊，过来是因为遐有关真侪船人，吼，所以伫遐嘛是一种迄个。迄个艰苦带就对啊，哈，那会咧烧共款。啊，过来伊的英语因为叫做 Green Island， 所以有人就是台语界，足侪人嘛甲讲遐是牛奶岛。牛奶 Green 听起来就是牛奶，啊，毋过遐无产牛奶，嘿，所以这个所在是绿岛。好，不要紧，有啊，分数有叮当，换咱这边爱叮当啊。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第2组啊哦。是。啊，队长拢起来啊，不过队长咱真正要加油呢。好，唔免客气。好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来这影片吼，请你讲出伊这个景点是什么关的什么河？哦，什么关的什么河哦，拢2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！好，我先有，我先有。好来，宜兰县的东山河，东山河，宜兰县的东山河。好来，老师，宜兰县的东山河对唔对？正确。来分数。恭喜啊，得了3000咯！好，来，咱继续甲看我的故乡。来。哦，宜兰真正是足大的平洋呢，是，而且即马内面哦，山内面圆山遐，有够水。哦，孤山岛。孤山岛。先看地图。哇！遮伫迄个宜兰县南洋平原，所以有24公里，吼啊，你有够高，因为这条河的名爱念好对，伊是东山河，吼啊，因为
迄个嘉庆年代、搁咸丰年代，因来遮开垦的是汉人来遮开垦，啊，看有一粒山就成当归的形，所以就甲叫做当归山。所以咱就是以这个当归山，搁来命这个河流，好，所以叫做当山河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第三位啊！哦，真紧张咧，咱遮佫2000无斤无重，人9000啊，愈有愈远啊，系啊，阿伦啊，爱救一个啦，是，若有法度话，像咱牛者，咱就牛者啦，吼。袂使。哦，有呀，有迄个运动界的精神。袂歹。好来，毋过毋知看啥人会摇着啦，吼。好，小伟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刷来这影片吼，啊，请恁讲出这是桃园市的什么渔港哦？哦，是你桃园市的2个字的渔港哦。好来，咱请看。看完啊，鱼啊嘛买好啊，要转去啊，结果拢啊唔知影。海产嘛食完啦。系啊，嘛有买等路转去啊。啊，甲提示者无？好来，这个渔港的名，这2字吼，是咱台北捷运的一站的名。哦，台北捷运的一站的名哦。是路向淡水去的，经过这站。哦，紧来哦！来。德位哦，哦，袂歹哦，是德位哦，确定哈？嘛唔使别行咧。了解，我问老师，德位对唔对？有影台北人。欢迎真紧哦！来，温总，恭喜佮得了3000咯！即大家因为即摆渔港吼，拢甲休闲啦，啊，佮有掠鱼即款渔业用做伙嘛，所以才真有名，就是讲因有一个迄个彩虹桥，啊，佮会当有一寡食鱼产的即个所在。嘿，啊，因为咱外海也是外近河溪流的所在，定以前无像遮侪阿门头用迄个。就是迄个水泥安尼空起来嘛，做爆花以前无啦，所以以前拢用迄个德位安尼，所以足侪所在拢叫做德位，所以凊彩药，风铃，嘿，所以德位渔港，嘿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老师讲的是以前遐啊，迄所在，起码吼变甲足水完全无共啊。嘿，那有闲吼，是大人带落开车，载因去遐食者海产，嘛袂歹。遐真好行大，袂歹。是，好，阿伦。无好，咱搁加油！好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即马吼，就真正有影较竞争一下。因为咱有常常出去佚佗无？有啊，我最爱出去笑。是啊，对拄拄还有摇着无？敢若无咧。哦，真好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！真好啦，不要紧。无听到这，就互你摇着哦。吼，因为无什么关键啊，因为搁体配人嘛袂赴啊。对啦。不过咱常常搁拼。嘿啦，因为后一个会合吧。好来，小伟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来影片吼，伊内底是咧饲高亢。高亢哦。嘿，要借问的是，咱饲这高亢的这个猪啊吼，伊是咧咱新北市的什么区？哦，什么区哦？伫新北市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什么？你手紧啊啦！一点仔机会都无好要互人。来，你应该去过啊？无去过。无去过。嘿，就是。不过知影位？就是捌听人讲啦。好。嘿，所以讲就是南山药安尼。哦，南山药啦。嘿，来什么位？随风。随风。其实无啥信心啦。随风。随风。好，来，老师随风对唔对？唔对。好来，感谢你，你调工的吼，这收效果收明显啦。不要紧，我先互伊看，佮继续看落去。来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
哦，好呢，哎，你知影？应该知，知好。来，你讲是应该是新北市的贡寮，贡寮啦。哦，贡寮伊的台语是，头一字是讲读较无好，咱讲安怎？空流。不，伊是空流是韩国啦，你啊说哦，伊叫做空。阿姊，咱个斗相共啊！好，伊是空寮啊，因为咱有一个，Hello 主持人，对，咱公司的台语台主持人嘛是住伫遐，蔡琼很神奇，是，你现在甲敬一咧，哎，感谢伊，听讲要生3个，看咯，哦，这边哦，好，所以讲你的答案是空阿寮，好，来老师空阿寮对唔对？正确。来有分数，恭喜啊，你就3金咯。有分数都有信心啦。好，来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因为随风较有名是因的迄个土炭嘛，吼，啊，佮驶较为宜兰遐去就变空仔寮。啊，咱即个地名吼，因为是嘉达基咱就是凯达格兰族因的即个名称来的。啊，因为即个空仔就是咧掠一寡迄个动物的即款陷阱，吼。啊，你若去遐搭一个寮啊，啊，伫遐等动物迄个甲掠起来，咱就叫做空仔寮。啊，伫迄搭因为挖海，所以伊有饲足侪高亢。啊，差不多是1960年代开始，咱食迄道定来食到即个高亢嘛，吼。啊，所以即个就是讲，无一定是高的空啦，是差不多照伊的成长安尼一直空加较济，吼。啊，上好食差不多伫7空到9空迄搭安尼。啊，所以即个所在因用海水啊个半开放的方式，所以遐迄个高空的比其他的所在较好食，所以是咱的新北市的贡寮区空仔寮。哎，来，咱看分数，好不好？来，咱看这边好的，好的，即摆有5千。啊，那咱千的咧？哦，即摆2千哦。哦，好，咱今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好，来，咱看到8题是，这8题是真重要哦，不是干那题目尔哦。不是。嘿，伊是有迄落啊，内面有秘密的哦。这个问号内底代表伊8个题目有8个计数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块，所以啊好啊选。嘿，啊，咱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讲吼，介机会会当支援，嘿嘛是共阮平平啊支援，吼一届，嘿，啊，咱的规矩就是讲分数较少的人，咱会先来选这个题目，吼，所以讲就是咱这边嘛，吼，来平和，来你先选，看你要打一个。先甲班哥摕起来。好，我选，因为我住南投人，我选南投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南投的奖金有偌济。哦。南投真贵哦。大条的。不一定爱摇着咱有机会啊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地名是对日语改的，南投的民间也是直接。倒一个是对日语来的咧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民间也是直接。嘿，是民间也是直接。民间也是。日语来哦。日语。伊会紧张哦。我。好，来。直接。哦。确定。哎，我会使改吗？哎，拢会通。直接是车站，啊，民间是我住的所在，是，所以你住民间，嘿，我住民间，哦，无安我民间，好，来，咱来看民间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点到15000块，真正是做工啊有保庇。住遐是对的啦，住民间的，住遐是对的。是，好来。其实这个伊是为日语来的，啊，因为日语有当时借一寡外来语嘛，吼，所以你的英语的 name 就是
NAME 哈，啊，其实伊就是南妈。南妈就是日语的名，就是南妈的话，你叫什么名的意思？啊，迄当阵咱的民间，吼，迄个民嘛是姓名姓的名嘛，吼。啊，毋过伊古早迄个南妈是蓝妈的意思。蓝妈。啊，什么叫做蓝妈？因为民间迄个所在，伊迄个。地势较低，所以定定有滥产，也是迄个，就是拢一寡落个糜啊，吼，所以这爱洗过来的，就是滥产。啊，日本人来感觉无啥好，就甲你变做迄个蓝妈，啊，所以就甲迄个南妈讲，啊，所以就个变做民间安尼。哦，所以洗过来人啊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第一个奖金哈，你要管到体呢。来，换咱姐姐。我压力足大呢。边大边打放轻松。好，啊无我选大好，大好。大好，来，咱来看大奖金有偌济。哦，嘛袂歹哦，袂歹。哦，那去就个，有超过啊，嘿，有超过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大学是台湾的第一志愿大学，梅花是伊的校徽，啊，毋过你敢知影伊的校徽是倒一种花咧？哦，道观花，因为阮拢有迄个道观花记，就是。阮有一个活动，哦，伊的母校，我的母校啦，所以我知。是，好。台湾第一志愿，代伊的校花是倒一种花咧？请问台湾大学是台湾的第一志愿大学，梅花是伊的校徽，啊，毋过你敢知影伊的校徽是倒一种花咧？好，来。60秒时间。哦。我知影，啊，毋过我惊台语讲唔对。哦。道观花。道观。杜鹃花。道观花。因为阮拢有迄个道观花记，就是阮有一个活动。一个活动，啊，大家拢会用迄个花去拜字，拜什么 I love you 啊，拜什么？对，我的母校啦，所以我知。是，好，所以讲你的答案是道观。是，后来咱来看一下道观花对唔对？恭喜加7000哦！超过啊！北部道观花足有名的，是啊，其他的城市因嘛拢有选家己的花，哈啊，所以阮以前伫城大就定定有道观甲红的对话安尼。哦，啊，我即马要讲的就是即个校徽，因是梅花嘛，因为。毕竟是咱的第一间帝国大学，所以后来改制了后，咱的希望讲甲国家是上厉害，就是用梅花做国花。啊，毋过另外即个校花，哈，就是校花。咱一般来讲，毋是真正伫个迄个大学内底足水的迄款美女，是 Campus Queen 迄款的，啊是迄个学校内底上有名的花。吼啊，就是道观花季，也是讲因道观内底有办足侪活动的。啊，然后这道观阁有其他的名，因为伊拢开伫山顶，所以咱伫乌来遐嘛有乌来的道观，啊，阁有足侪原生种拢伫咱北部出现。啊，伫山顶，所以咱嘛有满山红啦，啊，阁有野山红啊，啊，照着足水的，咱有照山红，吼，啊，刷了，因为伊是3月春天出来，所以咱嘛。阁有一个足水的名，叫做迎春花。迎春花，所以每一个名拢足好听，足好听，品种嘛真济。对，啊，而且伊共一丛内底，有无共色，好，所以你看到就感觉春天足快乐的感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咱啦哦，好诶。好，我要选奥运。奥运。好，来咱来看到奥运的奖金有偌济？好1000，真正是奥运啦，嘿啦，好，毋过1000嘛，甲摕起来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伫今年的奥运比赛摕到2块金牌，除了迄个木性规以外，阁有一项运动嘛摕到金牌哦。请问是倒一项？好，来你有10秒时间，这应该大家拢知哦。
羽球、蛙球、蛙球、羽毛球。哦，好来，羽毛球对唔对？嘿，恭喜哦！把一千弹起来啦！ 1千咯！好来，咱跳来嘿。好，咱2024伫即个芭蕾奥运，就是林洋配，吼，这我感觉林洋配这个名嘛，反正台语嘛就赞的，恁赢金牌回来啊！哦，我家己翻译的啦。啊，另外一块金牌是迄个李玉婷，吼，我感觉咱台湾虽然细细地啊，吼啊，毋过咱其实台湾人拢足认真的，是，所以咱来继续伫个国际发光发热。无唔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来换姐姐，披萨好啊，披萨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披萨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3000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点心世界通人知，台湾队最近去意大利参加比赛，伊是用倒一种披萨，佮摕到了第3名季军的？伊是旺来披萨还是山鸭披萨？哦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旺来披萨，披萨山鸭披萨。恁讲啥？咱你会使问，但是3000块你就要问吗？我问，你不爱问？好，旺来甲山鸭。酸鸭披萨。哦。哦，因为较特别，我较特别，较特别咯，无看过。无看过啊。嘛是。无看过而且酸鸭是咱台湾较有名的，较有名的水果，所以酸鸭披萨感觉较较有。嘿啊。是啊，因为旺来披萨是倒位行到倒位拢嘛有嘛。拢有旺来。啊，毋过台湾就敢若酸鸭。酸鸭披萨对唔对？豆子赛是刘文君先生，吼，啊，伊就是用咱金钻就是金钻的意思，吼，啊，就是甲旺来啊切，啊，毋过伊有讲调整伊的甜度，啊，佮甲伊的水分控制甲足好的，啊，就是落去迄个做披萨。有生咱的夏威夷披萨嘛，吼啊，所以其实应该是主要是咱的迄个旺来好食。即马到目前为止，真正大的拢无出来吼，大奖敢若120尔，120出来，佫有大奖哦。啊，2队差1000啊。是，啊，而且资源拢还未，拢未用着，好，不要紧，继续。来，我要经虾米鱼？好，来，咱来看虾米鱼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5000哦，嘛袂歹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种鱼用妈祖的名来甲号，叫做妈祖鱼，你敢知影伊是海底还是海洋呢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有海底。哦，好，来，海底对唔对？恭喜！来分数，恭喜你的5000咯！哦，拼过啊！哦，拼过哦！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海底是华语的海豚，啊，海洋是鲸鱼嘛，哈，啊，毋过妈祖鱼伊毋是鱼啊，哈，伊是伫迄个近海水的即款海猪啊，啊，伊定就是伫个3月23妈祖生迄附近吼，伊会出来伫个近海遐游咧安尼吼，因为迄当阵已经无足强的东北季风啊，所以古水的海猪啊，伊就游出来，哦，足水的，足古水的，啊，毋过足侪渔民拢感觉讲是因要来甲妈祖祝寿，吼，祝伊圣诞千秋安尼，所以就特别甲伊叫做妈祖鱼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来，姐姐哦，今年加油哦，舒适性哦，心动有要定呀？对啊，无啊算迄个头一个迄什么？喵吼，塔里，嘿，喵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喵的奖金有偌济？15000来啊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俗语伫咧讲土地公摇骹底，若是雄雄骹底摇摇，代表土地公是要甲你提醒最近做代志爱细腻，还是最近的发财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要支湾，哦，来，志湾，七了。啊，来，我要支湾。你嘿应，该了解吧？土地公，你应该拢知影。是叫你爱细腻，还是讲哦，你袂记会发财哦？呀，毋过平常时咱讲拜土地公是要拜财嘛，对无？是呀，毋过这敢袂是讲骗的，对无？港片的哦。系啊，咁所以土地公是，因为土地公是伫咱，就是讲咱厝边啊，遮拢会去拜，伊就较知影你的大细项代志，你爱注意啥物无？敢袂是安尼？所以感觉讲发财是毋是会较？想过直接就会想到讲啊，土地公会甲发财会想做伙，想做伙安尼是毋是？所以讲你不爱互伊骗，所以我拜谢你，我唔知啦，是老师，我感觉是，爱谢你，我感觉是。做代志爱说你。已经两个啊。啦，咱做伙打啦，我去做伙打。我相信好，爱细腻所以你的答案是爱谢你。好来，最近做代志爱细腻，对唔对？一般就是讲土地公，伊拢顾大细项代志啦。啊，这猫猫是一般咱定定台湾这个风俗内底有足侪欠算啊。譬如讲，你目睭皮若咧带的时，就讲目睭皮带好输来歹输煞，所以这个猫猫嘛是咱平常时有可能就是一寡迄个啊，着调工讲的。吼啊，其实敢有影无影，你平常时着拢爱足细字啊。啊，迄个风俗就是互大家参考尔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换你。我加油哦！我先见户还是喙？这会使支湾无？不，这里先问。先政府好。先见户。好来，咱来看者先见户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高清。哦，嘛是袂歹。袂歹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中兴新村是以前台湾省省政府的所在，请问伊是伫咱台湾的倒一个县市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南投县。南投县。嘿。伊住民间。嘿，我就是南投。好来，咱来看者南投县对唔对？恭喜啊！你就高清咯。伊迄带古早名叫做营盘口，吼，就是看到迄个营，咱就知影以前是有军营，比如讲新营啦、左营啦迄款的吼。好啊，因为咱就是本地咱的省政府是伫即马行政院遐，啊后来就是伫个1956年的时，就甲迁徙去南投这个所在，遐拢总有200公顷遐宽。啊，毋过伊要迁去遐的时，伊就是模仿这个伦敦，就是英国的朗顿吼，啊，甲变做是一个办公，啊，佮有餐园，啊，佮徛家用做伙一个好所在。所以以前有足侪人，因拢去遐蜜月旅行。较无出国迄款代志，所以拢会去日月潭啦、中兴新村啊，才去耍安尼。嘿，所以这个所在就是南投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即马剩喙。喙啊！好，来，咱来看喙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万哦。好，来，加油！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鸡喙变鸭喙，是咧讲人抱锁，还是讲人骗相啊？是咧讲伊咧甲人抱锁，还是咧甲人骗相咧？抱锁甲骗相是啥物意思？你袂使问啊，我系无法度啊。好，鸡喙变鸭喙就是要讲袂出来，是讲袂出来，所以应该毋是甲人抱啦。鸡喙变鸭喙，是咧讲人抱锁，还是讲人骗相咧？请问俗语伫咧讲鸡喙变鸭喙，是咧讲人抱锁，还是讲人骗相啊？是咧讲伊咧甲人抱锁，还是咧甲人骗相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啊，抱锁甲骗相是啥物意思？你袂使问啊，我系无法度啊。好，鸡喙变鸭喙就是讲袂出
要讲袂出来，要讲袂出来，所以应该毋是甲人煲啦。所以我听无啥物是无说，啥物是骗相？嘿，啊，毋过应该是屁相，屁相，听起来是较唔好的意思。哦，好，甲人屁相对唔对？恭喜我得了1万哦！咱一般鸡仔喙是尖尖嘛，啊，就是一直倒，一直倒，一直倒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啊，毋过当伊囝家己就有道理的，啊，煞了人就甲伊屁想讲，啊，你安尼讲唔对，然后随点去，就哪像啊，迄喙怎随变去。好，所以咱意思是毋是无说，就是屁想。好，就是人家屁想讲，啊，你就加喙变鸭喙啊。啊，这屁想咱佫会当有较深的台语字，咱会当讲形体，还是体读。吼，迄拢可能咱会当去考迄个台语认证，你就会当读到足侪台语。哦，啊老师啊，波说咧，伊无了解。波说就是波嘛，吼，啊，迄个说咱一般有当时啊，嘛无一定是讲舌头的说，毋是，伊就是啰里啰嗦、波啰嗦是一个词，啊，伊家省略变做波说。嘿，波啰嗦，啊，迄个啰嘛是咧讲话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波啊、啰啦、嗦啦，拢是讲话的意思，毋是舌头哦，所以营养汤迄拢毋是。老师伊波毋是你家己学了，波说是好的意思啊，就是甲你包扁啦，是好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咱即马看2队的分数啊，看咱好的32000，嘿，啊来咱前的44000，今日是咱的起票10,000斤。嘿，起票10,000斤。大家动脑筋，起码脑筋当天开。应该破纪录咯，咱即摆奖金有44000块。44000块，所以44000块就44秒。只有44秒。哦，啊，咱佫甲送落去呢。哦，佫加30秒变74秒咯。74秒哦。所以讲，咱来哦。啊，加油啊！嘿，第一题。几个字？第一题3个字。3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好，第一题是甲记忆有关系，甲记忆有关系。还有第二个题是，伊是佚佗的时阵会用到，佚佗的时阵的记忆是啥物？第三个用到底片。直接讲。3个字。哈？唔是。翕相机。啊，正确。翕相机。是。哦，拄啊，真正有影记忆嘛，佚佗嘛，其实都一定用得着。啊，有底片，听到底片。看到底片应该就知影。啊，手机也嘛会使，哦，啊，过来伊的声音就是切。嘿，来，咱即马看出几秒？哦，恭喜哦，过57秒咧。来，57秒哦，第二题哦。第二题哦。好，几个字？3个字，57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题是用吹。诋毁鬼。不是，过来。不是，第二个甲跋杯有关系。艺术拜才会用到。过来，啥物？第三，啊，中元糕。不是，过来，第四个。过来。不是，过来，更蚵啊！较是有影。为什么刚才又头前2个你都无继续要啊哈？是。无想到迄个物件。无想到。加油啦！来，到第3个哦。37秒。37秒就37000。嘿。哎呦，足紧张的啊！加油！来，几个字？2个字，你若是想到袂晓讲，紧问伊。好，2个字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是第一个题是互电话代替。哪只？好，正确。我连提示都唔免搁讲落去就对啊啦。意思是安尼第二个提示是要用赖打才有法度用。啊，过来第三个提示，甲问号有关系。过来就是生日的时候放咧数字哦，代表说讲，啊，过来就是会当分呐。好，来，现在看着咱就奖金偌济？伊奖金有32秒，32000块啦。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颁奖，来，3万你的奖金啦！
阮的老师。苗金，金牌赛有老师啦，来，哇，恭喜恭喜，哇，赞！好，来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，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，互你提100万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哦，再会，感谢，下回再过来哦，感谢，哦，厉害，台语中文，赞，下回再过来，节目到这，真正100万，要恭喜。